呀，各位聽眾，歡迎人到對來，本來學緊嘅節目，這禮拜咧往真正逼切嚟，但係人往頭一擺用 Google Hangout 嚟做我哋嘅錄音啊，冇用 Skype 啊，所以就人比較參加，特別當基本有比較冇就一人來搞啊。這禮拜我哋特別嘅邊是老椒阿莫丹，Hello，阿莫丹後邊。แล้วก็ข้าวขาวเจ้า是海參我ถอด的海參冇聲啊當然咩講句唔知道咯水哦，我聲水哦，hello，我聲水啊แล้วก็臭豆加辣陣雞 Hello，係聽到แล้วก็八卦大家好。歡迎恭喜人已經參加到我哋新嘅即係錄音嘅辦法。拍手，等我哋幫就拍手嘅聲，等我看好拍手嘅聲，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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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唔知個人啊，胖康嚟啊！胖康嚟啊 ，hello，胖康歡迎。歡迎 John。哇，成功啊，你！你聽到我聲哦？誒，聽到你聲，你無我等下計日官呀，訂來訂去唄哦。你搞特別成功啊！你搞一搞，我咪當金人誒現條啊，嚇去啊，是咱把隻咱到 YouTube 會學個錄條會，哈 YouTube 是錄條，到底錄條嘅時個看到咱面，所以若是講咱就拍攝買下咱變起，咱水變起呢，咱特別哎呀，這個 block 伊，阿咪，嚇？你講我嗰時嘴。我夾這海參就是你 block 伊。我嘛 block，冇啦，我 block 人看無咩？誒哈，我啊，你 kick out 伊 from 你之類。哎呦，先，特別不要緊，我甲人講，人看到咱邊啊，我看到臭豆㗎，即辣椒雞邊啊，等陣人看，嗱是咱講話先。阿 John，就是叫啊，你有做 live feed 無 YouTube？有去邊啊hokkien.com。嗱時候咱咪看，你看到邊呢無？誒，咪開。隔了當今咱落掉看到邊度掉啊。แล้วมองไปปังตัดที่รู้เดียว所以รู้ตัวไปละเห็นเดียวอ่ะบ่ตัวสิปัจจุบันรู้เดียวอีกขวาเลย本嚟晒啦嚇，等陣你咪連主就聲，แล้ว介紹對嗰兩個住不卡下掉胖康本嚟啊嘛，so 胖康歡迎，你隻股冇嚟參咩？有。แล้วจะ到你這裡冇點先啊，這裡禮拜你個搞啊，個新嘅這個當學你吐掉啊，搞。誒，特別我講，這樣被 automatic 換嚇，這啲 show 入邊嘅。等我看 ，OK， 誒，兩講我看海參講啊 ，hello，嚇你看換呢邊去，你胖康講啊 ，hello， OK， 所以我特別點啊，我特別咪講話，講這件事有一件特別嘅邊意思 ，maybe 是要來聽呢，我下大走去啊。原來講人未聽咯，使去邊啲學見 .com 會聽 ，of course 我當然係聽，就我當都已經在咗聽。OK， 咱咪講話題咧，這禮拜咧就是講榴蓮，好了，當然是唔是榴蓮檔咧？當然一幫，下人講。這講海參，你去食榴蓮啊？你講好料？有啊，好料啦。你記得這幾日我把你邊榴蓮啊？你把打包去到邊？啊？你未聽到我講下咯？啲數你自己睇，你話你海參未聽到我下 ？OK。海參未真係未聽到我呢。我係聲誒，冇你聲，台灣冇聲。
有香港。來講你把去台北香港，去台北阿莫丹。我爸可以就暑假去啊，你知道東半山啲，你知哦？就落東半山啦，就東半山是講去食你叉燒嗰邊嘅，燒白邊。冇，你是七條路所以你唔對。一落檔。冇啦，就到。一落檔。哦，我只阿莫丹嘅厝哦。阿莫丹是唔是你厝先？我一落檔嘅半山。會使講啊，真是會使講了。了。你下邊有別半山，下邊有別阿莫丹啊。老師家姐一裝嘅半阿莫丹講，唔是阿莫丹榴蓮。你啲寫得阿莫丹啊。攞那是直接人每攞看，按照 listen live Facebook Google Plus 啊 ，Google Plus 你咪用 Google Plus 聽，你就用 Google Plus 看嘅，用 YouTube 本看會看到嘅，攞去邊啲學見 .com 嘅朋友，當佢應該是去邊啲學見 .com 嘅人應該是會看到啊嘛。我嚟 check 看。了，我講榴蓮到底應該冇冇通食咯？哇，跟榴蓮人嘅關係。了，當有通食咩？跟榴冇啊！英國嘅榴蓮มัน係食嘅，個了是鹹榴蓮呢。哦，是咩？鹹榴蓮冇食咩？我是個食鹹榴蓮冇喎。哎呀，伊把冇食嘅，伊把我唔是個食，我是個食山頂。哦。我是個食刷卡嘅榴蓮。對啦，我負責我會兼。我大個我劍嘅是後尾山個了榴蓮嚟嘛。哦。巴黎布勞本是食蔗榴，巴黎布勞。你到底你劍嘅是到幾格？星期刷卡。哦，對，講我係只老狗啊，定講啊，邊後部加落淡薄。邊部少啦，邊部講就蔗啦。一個巴黎布勞就蔗咯。你那時間你讓我哋邊靚愛人嘅時，我是你朋友會走大邊位一樣有榴蓮開嘅嘛。我伊厝邊啊位，特別伊要起同個山啊，伊厝邊啊有5層哈，一層啊100個人2-30千啊。喲。伊榴蓮高甲好了，真真。北是咩事？北就是講成日水下人咧啊。係水下人咯，成日講我人知講啲5層，但伊知講啲5層是特別好嘅嘛，所以每一年哦，有時呢伊就家己家來賣。了有時呢，伊是別個人，即係屬於家己。有時伊就是，然後講伊個人做佢哋鬥會啊，成個人交贏啊，甚至伊定定去個人食做毒安尼嘛。哦。了有時佢哋知講佢哋幾耐嚟過，伊無贏啊，伊就別個人。哦，所以若是無點只家己去過嚟講，伊就別個人。伊就別個人啦，了若是講伊知講佢哋幾時然後無咩有生理嗬，但你樣會知嘛，就係人家錄播嘅嘛，你就。人講做毒啊，面嘅咧，人使咁。就係講今年伊樣無咩有做咗嚇，咧伊樣就家己，人講家己家裏邊，伊講家己家裏邊真麻煩，但係早起就試過，等特別去扣榴蓮啊嘛，啊無就可能偷睇伊啊喎。哦。伊係你一個榴蓮山啊，是我一個朋友，特別當今我唔知有地無啊，唔知啊，你估冇啲錯嘅，伊榴蓮高嘅好了，真正好咧榴蓮，一粒呢嚇。一粒呢，你後尾啲真夠厚了嘅。夠厚是係咪？只夠。夠厚夠了，而家是一粒脆嘅。可黏。可能嚇，伊無多粒嘅，是粒呢，就是粒呢，特別伊白啊大包嘅。哦。大包咧，伊是白嘅嚇，唔是黃嘅嚇。伊是成日講黃，唔是真正黃嘅咋，成日淡薄黃嘅款呢。伊唔是成日你上地榴蓮嘅啦。伊是有黃，無講真正黃嘅啦，就講差不多像咱榴蓮款呢條啊啦。成日咧榴蓮。榴蓮嘅款呢，特別有啲榴蓮吼，伊成日是較黃嘅嘛，成日紅鹹嘅，咪是較紅嗰條。咧伊是你無想，我誒佢是對嘢嘛。我你係你係咪對啊嘛？你咪是炭椒。我對佢食，我對佢，特別我特別搞個月尾，我計去檳城咯。哦。我去上海嘛。你是去佚佗還是去做工？我月尾我甲對檳城時，我 try to 去吹看，伊毋知個。伊榴蓮真好了，阿無單本好了伊
牡丹万吉哇！啊，我都冇食到一粒榴蓮果啦。做咩事咧？哎呦，你食咁你食，我對就是要去食榴蓮，舊年我對本食無到榴蓮，我對到尾了無了。阿莫丹做咩事都冇食過？嚇，冇食到啊，應該是我唔知啦，我爸爸媽媽。係咩嘅？你爸爸媽媽冇食樹下I think 是我能提示啦，提示抓。其實就係佢哋榴蓮花成個係咪？別成個係咪啊？別上好，上個係咪？別上個係咪？別上個係咪啦？阿莫丹有冇？伊上個係咪有冇？誒，我都仲屬講為這款嘅物件咯。豬叫你上個係咪？上個係咪啊？你會聽到我講話啊，呀，你是咩咪？林北哦。哦，林北，哦，你是林北，嚇，OK，呀。你看到我邊啊？誒，看到你邊，隔一個世界，你冇看到你邊啊？人答吧。你看到喂？你做我看到你邊，我未看到別人嘅邊咧。啊，是咩？哦，我看到你邊多點，一點咧就我第一個咧無人嘅邊咧啫。是啊，你用咩？你 Google Plus 我 try 話當叫你聽，你看到啊？未看未到，我今日看到阿 John 那邊多點，一點我邊個嘢？我唔知喎，同你唔要緊啦，看我面隻聲啦，肯定那是咱過新嘅 show 嘅時候就呢度我 try 過新嘅看嘢咯。啊，有咧你林北，你是頭一擺嚟參加啊？冇啦，but last 2 years 是把參過一道咧。哦，你講個咩？你個參嘅事？講幾嘢？迄陣講唔知冇啦，唔知是講關 Malaysia 啊，就咩未記啊，這是啊。哦，你到底得咯？冇啦，到 KL 咯。KL。不中啊，你學地址啊？你不中啊？夾笨嘅嗱，number 夾笨嘅嗱。誒，我問你到底吉隆坡是每隻榴蓮啊，去到去吹？吉隆坡啊？嚇！我吉隆坡我幾杯榴蓮條條諗便宜哦，400高啦咯。做咩事咧？4路啊，好路啊。哦，冇依樣400好了就 KL 啊，你買榴蓮啊，依樣就好了就，依樣大概開咧好了，八號你看咧就，所以特別是，佢你冇開個了嘛，你開好了，不訂就咁個都是好了嘛，你咪夾短嘢咯，夾短嘢是啊，覺得未用嘅。哦，條片咧，到 KL 買榴蓮咧就條片咧。你開啦我，係 double way 個夾短嘢話我咪被變。唔是有無 double way， 伊有誒嚇，伊成啊開大嘛，了你愛是哦，伊唔知就可能開一個 certain part 啊，你看咧訂，我真一個安尼三格安尼一白配出來，你看下。你看咧咪就好了，你訂到啲嘢。啊，你冚對一你夾對嘢時候，哇老係400個啦，未知啊。誒，等陣講就未知啊，嚇，攏感覺到按照款是未知啊。唔知啦。成堂咯。啊，1 樓邊啦。我群主你可能話定咁波啦，個你。嚇！依隻蛇嘴嘅garing嘅嚇。榴蓮龜好啦，隻叫。garing嘅，伊配成啊有水呢呀，garing 嘅無味無騷，你正噗噗呢呀。對啦。嗱，冇食，你只食雞巴你可能。我哋只食珍寶呢，一個濕。是啦，我同你講，你到底英國食誒，係你榴蓮嗬，係你食榴蓮嗬，不是安尼講你咯，我到底從來唔食榴蓮，我講榴蓮，你呢個嘅海食你都知喎。哦，鹹海食 ，OK。有你嗬，伊又唔知拍下面物件，其實拍你面，我唔知啦，我是聽人講啊，但我唔會知啊，就知俾你。哦。所以我唔點解榴蓮個貴？幾多哈？人馬來西亞賣幾嗱塊，正賣幾嗱磅。我問下食。啊啦對，就對於馬來西亞食咯，但是講你俾大正食嚟講，係本是差唔多一條飛機單嘢啊。今年我對佢冇得食，because 我係season 貴啊，แล้ว今年我食咯，我同金對啊，我冇得食。幾時是榴蓮檔啊？我都唔知幾時算咗榴蓮檔。應該是6月。6月啊？6月起嘅是6月嘅是。6、7月啊，頂我朋友叫我7月對去。哦。我講你大聲啊，叫講啊，好了。這是唔好了，這是我人阿爸講，你講幾時對？你朋友叫你幾時對？6月啊？我朋友叫我7月對去。
哦，七月對，誒，你有一間新嘅特別嘅面冇你家來參觀嘅，到底 hang out 你名咩？花名？冇你家 join 一間？哎呦，一個冇出聲啊，你？係。你名咩？啊？你名咩？花名叫咩？吉他朋友。哦，你是吉他朋友，哦，吉他朋友歡迎你。吉他朋友啊！我知，你當今你邊去幾世界人看到啊？你問派誰啊？但是講你買係人看你邊咧，你就 camera 去，特別那是無派誰嚟講，你就講，有冇咪胖康性胖康啊？你邊配世界？哎呦，四行咁解就情人嚟啊，同佢。隔了人會曉 joy 啊！嚇，當佢人曉 joy 啊！人曉 joy 啊，當佢咪係情人好咯。我超過啊！就情人嚟啦！那個這間新的是最你有咩新人？我哋家 joy。嚇，你有咩？哎呦，提供啊咩？不是，我頭先擺晒嘅。哦，歡迎，你有咩？唔係講你名出嚟，問講你名出嚟，即係嚟記來嘅。我唔是伊名係走出來就佢哋興out啲啊。我知，別人現場人看到特別啊不，係咩？不到底路誒興 out 嘅 page 看到特別現場人看唔到，所以我講嚇，你名咩？你名咩？新椒？新椒我唔知我名咩個。哦，是啊。食啦了，食啦。我好多句很正常的聲。係。你畫面 OK，然後咧，我咪做啲胖胖聲，胖胖啊。OK。你當然得咯。我哋 BJ。但 BJ 有去食吹榴蓮食，你講正有一單是到到食還是袂去啊？一百嘅。嗰隻是想講 SS2 啊，人開嗱，你會使行鐳 ，I think 10塊啊，然後啲是上 buffet 嗰款啊。哦。你講乜 try 啦？而家 live 啊講緊。呀，安尼款我冇爽啦，我較是甲對住呀。你較是甲咩？你是甲是甲對住對別人食。榴蓮嘅事啫。安尼款啊，冇爽啦。哦，係啦，你冇出嘢都冇通看啲配數啊。但我較濟是講買榴蓮，我買喺 supermarket 嘅。哦，我想是咧白嘟啊，白身還是得咯啊不？Just do。哦 ，just do。但啊，林伯，你個有聲開啊？未我 mute 你記得嗎？我 mute 林伯記得嗎？那時講會講話是靠佢冚你聲氣，冇覺得佢世界人睇到㗎啦。OK，Jaya，冇去 just do 嚟俾啦。แล้วหมดเจบากวนนี่ลูกคิดได้เบ้ต่อไปต่อที่ออสเตรเลีย對邊嚟嘅ออสเตรเลีย頭一道先進來嘅時咧，我係買真正嘅食榴蓮嘅嘛，所以伊提落去Vietnamese market 嘅位啊，有 frozen 嘅。哎呦，一派食嚇，貴粒 frozen 嘅。王正咩時你款買喎？嚇！แล้วอีทีเนี่ยมาว่ามาตั้งเย็นแล้วว่าซิสเตอร์จะไปจีเลียไปจีเลียตัวนั้นรู้จักอันนี้เต็งอ่ะรู้จะไปตั้งนี่ดีฟรอสแล้วก็ไอ้เจ้ารู้จักไอ้แฮร์รี่ตลอดไอ้แฮร์รี่ฮีเตอร์เต็งบินพอค่าฮีเตอร์แฮร์รี่เต็งบินตัวยังอะไรฟังกันใช่ไหมจุลลิวแล้วแฮร์รี่ก็แค่ควายมาแล้วก็บอกว่าไมโครเวฟพอรู้แล้วว่าไมโครเวฟพอดีฟรอสแล้วไอ้เจ้าไอ้榴蓮 OK 哦我看到อีบีซออีไลบินจุยๆ咯最伊個味素 not bad 啦，一個味呢，伊榴蓮嗰是一個味嘅。伊是唔是成個鹹榴蓮嘅味哼？伊差不多咯，看暖你看咯，無講淡嚟邊。阿莫丹啊，你平時是個食榴蓮，還是你是個食安怎款嘅榴蓮？我會曉食，特別比較笨。哦，你比較笨啊！特別你屬於係用 coco 呢，還是個食阿你甜甜 creamy 嘅 ？I think 係個 creamy 咯。
望小姐 green，望 too creamy，安尼款的啦。小 creamy 是什么意思？你只係一辣一種啊？哈？我係咪？小 creamy 是講只係一辣嘅啦。嚇，會使講安尼款的啊？你厝是你是特擺厝人買，還是攏做只出去個下只，還是買對厝只？啊，厝地厝只，地厝只。就開。就是負責開榴蓮嘅，特擺到厝。上個是我媽媽咯。成個是啊，你無咪知講是你媽是無咪知，係一個雜毛。哎呀，媽媽啦！成個是呢，唔知誒，你喜歡媽咪我唔知哦。我只做個開榴蓮呢。哦，你是個開榴蓮啊？你我係記我細漢嘅時，我有隻我厝一支咧茶做榴蓮膠咋。嚇，對。你講下咗佢。伊個 tip 啊，伊個尖迄邊嘛是吹伊個 line 咯，吹伊個盤，แล้ว用佢哋倒佢攪落去，伊較好開嘛是用開呢咯，對迄個盤啊，你 line。吹有時吹無嘅時，即邊啊開袂着，迄邊開袂着，夾多站咯。哦，你開袂着是夾多站。啊，就是叫哈。你看過咧阿毛人，阿毛狗開榴蓮咯。我真是捌 YouTube 嚇，是到安那個切到去。安怎開啊？浸半餅就直頭。伊浸半。哦，伊開伊是特別伊唔知佢要開中午還是開安尼 crosswise。成個靠絲瓜，成浸絲瓜咧啊！講你 imagine 過伊開啊，伊榴蓮是安怎成花呢款嚟？係啦，中午。白個了半餅嘅。對，唔知有咯有 video。我成日是有，我成有啲 photo 應該好笑呢。啦，其實咩事真奇怪，嗱是講咱無講是其實係那大漢隻榴蓮，講咱看到啲榴蓮，乜咪曉講用嗰啲榴蓮膠去卡吹。我爸只嚿開，我爸特別是用菜刀開嘅咋，伊度一底位，伊出吹嗰時係用菜刀一底呢插落去一下，你膠一就開起來啊。然後特別我個驚講伊會簽掉你被開時啊！你一隻惡活嘛，隻咁khó啊！伊個未濟穩啊！除掉布包掉以後，所以伊未講骨去咯。啊，未閃去。我係見到人是買榴蓮嘅時候，當時你買榴蓮嘅人，伊個夾伊刀一下錫，伊刺下伊保去哦。安尼這樣都去食啊！伊那個刀呢，錫刮伊嘅刺呢。伊是刮伊個卡喙位，還開一個棚，後你夾硬病。哦，伊刮伊卡喙，伊刮伊卡喙，了其他朋友你是跟食榴蓮咯，少食榴蓮。你少食榴蓮咯？其他朋友？嗰一間啊，嗰一間迄個把你上名上緊咧古嘅上條背。哇！嚇可拉又叫可拉又。高拉會使。你只是個啉高拉水啊？我就少可拉誒電下罐嘅物件。哦，高拉叫你高拉罐咯，高拉罐。係使。嗰粒罐，你食榴蓮咯，你當然你食新椒下，你就啲本嚟收聽還是到嚟收聽？我特別特別，我聽你嘅這首是啲英國時聽。哦，你到啲英國時聽，不就本來學嘅啦，即係幾年前啊？有3-4年前啊，4年前啊。哦，3-4年前，仲介紹你聽。嗰時 friend 介紹我聽。哦，朋友介紹。然後嗰時 friend 如果在那邊，嗱個啦，我只可能可部小可啦，就小可啦物件。哦，嗱看到你邊啊？我只 collection 那個。哦，哇，這水哦這。其實我頂擺時是啲
喺香港是買，香港是買。哦，到香港去買。哦，真係我你去無相嘅國家，是你都去買一罐嚟試下呐？我特登不是去食航時嗰度去買。แล้ว你佢度先嚟嘅。有上地哦，上地嘅票嘅。但係我係啲厝哦。我是種摩托係啲加大罐嘅嘛，上地。哈。真係 collection 部上啦。你到邊咧？誒，等陣我看你後尾寫咩3號啊？我有3號，3號寫咩嚟？即我睡出來。哦，你到底睡到啲邊咧個呀？Heritage 出來咯。哦，個3號啊，3號寫咩？3號是人嘅寫寫咩？我係叫有咧，成日往寫往人叫做泰國嘅，個口係寫。這是迄個厝主的爸的招牌來 ，I mean 有早是伊洋店的招牌來。哦。所以了過了，我搬出來時，所以我甲伊買起來伊個招牌咯。哦，咁水呢哦。你有你甲伊買起來那少啊？你是講你看下，我看你即搞個叻那物件哈。我看喺厝。來看下。這是係咪？我看咩情？哇！你這樓梯係咩嚟？這樓梯呢？我這厝樓頂有 mezzanine 嘅。哦，一個幾一層呢？肯定搬。兩層半。哦，厝邊咯，你嘅厝。厝邊。你等講到啲榴蓮。我是無食榴蓮嘅。做咩是無食榴蓮呢？一炒。你食阿冇叫我食，阿邊度叫啲邊咧？度叫是榴蓮嘅當數，喂，阿邊去到不是變到榴蓮味，我唔是也燒去。你味啊？你幾我你是唔是幾狠？然後電住我 friend 買阿邊揸住間你買榴蓮係啲車就了，我唔知嘛。然後佢阿幾日嚟做工咯，所以我無。唔知講俾榴蓮冇解做車去冷上嚟看咯。然後你帶榴蓮係啲車嚟邊時。哦，搞掉。一掉，我一開門呀，一企出來，我笑去。伊是唔是成個 gas 呢邊？伊成水氣啊，你看啊。水氣。我冇咩事㗎。我頂到我叫我本身你看以前嘅可能就是特啲，我頂到特啲 BJ 讀出來時候，特啲 KDU 讀出來時 BJ 位，然後伊係邊講 IKEA 邊嘅，我係邊 IKEA 位啊，特啲 BJ IKEA 位，伊頂到唔知當然個有啊，樓下有一間北森嘅嘛，伊北森你賣榴蓮嘅時候，我特啲樓頂 shopping 嘅時候，你味掉嘅了，貴嘅咧，伊起嘅了，係 gas 呢，成日走 gas 呢。是啊，真臭。個就是咪講過榴蓮啊，但係就會講無聊個開榴蓮啊，即係八卦開榴蓮條。你特別開時候，你用刀還是用即係榴蓮膠開掉嘅時候，你咪是隻伊個咧幾個旁沙隻咧時，你要開時是唔是要用啥手呢？攞柄呢？攞柄去掟下掉。你掟可能是你未見係骨隻走去，係薄。哦，掉真濟都係薄。掉手就掉開榴蓮，手就掉肚嘅。喲，咁那個有呀，榴蓮啊，了解就會追。有時開掉裡面是坑嘅。嚇，乜都有坑嘅？有啦。嗰度坑走出來是走個尾糊啊，都條。你裡面是坑，下面本冇嘅。係咪嘅？裡面是冇啊，講就是係咪嘅坑？裡面冇。我講有時你開榴蓮嘅時，你除掉啊，你要開嘅時你白嘅，了裡面是坑嘅有時。我捌掉過。我係掉啦。比伊糖嘅條喎。冇好嘅嚇，掉伊糖真係肥嘅嘛。喲，係咪食嘢我未記啊？是唔是哦？
brown color 安尼，唔是咩？陣間是 light brown 你可能。如果說到時我嘛，你開咗，開啊，伊湯手跳出來，啲榴蓮跳出來，跳出來，啊，伊跳咗。因為一跳 from 一榴蓮會跳噴出來啦。係啦，伊 try to 擺榴蓮去開嘛。啊，你唔知入邊炒嘅，你湯一杯之後成手尾仔嘅看，你手啲咧榴蓮入邊等跳出來哦，我馬手指就掂掉。我媽每時食驚糖嘅，伊直是走只回，特別我媽，我講就我媽食冰嘅，我媽伊食榴蓮講有糖嘅榴蓮，嗰是好食嘅。你糖嘅好食。本時你款講我。哈，你一隻嗬，一隻呢，伊人有哪隻，我看我媽嘅，一隻掉一忽嗬，一條一糖嘅呢，一個手呢黏走呢，佢再 continue 食。伊個無個哩，伊無個哩，一頭呢，只嗱一糖掃出來，一個手呢黏走。真死人嘅。誒，糖嘅 protein 也好嘅，唔是咩？妖我買，我冇睇 pro， 我今日食幾把。I think 迄個榴蓮嘅糖啊，肥 creamy 應該是真正好料，一兩碼。個榴蓮味哦。伊是炒一啲榴蓮並生出來嘛，伊大並幫個了熟啊咧榴蓮嘅energy 物件個了出來，對唔對啊？係啦，對啊，伊即係所以榴蓮 essence 㗎啦，係咪？係榴蓮味啊啦 ，essence 㗎啦嘛，咱俾下送佢哋個啦罐啫。咱係一啊，不，咱一罐嘅個啦罐，咱裡面係啊伊榴蓮糖㗎啦，開起來是榴蓮糖，跳出來㗎啦。我個啦俾我冇裡面。你冇裡面個啦啊？對啊，你俾嚟燒嘅啊？我俾你燒嘅。你有幾罐啊？我只係3-4-8罐有啊。喲，我點解叫佢哋 Expo 俾上海 Expo 啊？哦，去上海 Expo 時啊，我等談咗這類啊。我頂過之間看到啲咧 London Olympic 嘅係咧，我叫我 friend 俾啊，對咯，拖車啊，叫我 friend 俾啊，我嗱把住我對佢時候俾一罐啊，呢邊。Thank you。特別唔知有咩出邊罐，特別有咧 Mexico 嘅，你話求佢 Mexico 嘅。冇啊，我應該啲人特咧換 design 嘅咧冇上嘅。啥事哦？特別像 England 人特到可人嘅冇上嘅 design direction，有陣時係咧玻璃罐嘅。哦。你是講過來，你是講過來玻璃呢，還是過來白門？我actually 覺得唔是depend on 你係咪 design 啦。然後有時電呢啲啲整未燒，伊係 explode，伊係爆炸。哦呀！伊係水上噴出來㗎啦。成個榴蓮嘅糖呢跳出來。然後我做架攞賭牌㗎了去，賭啊，撲去。所以當今我俾嗬，嗱，時我俾條 can 我สุ解啊，我就崩掉伊嘅水咯。哦，你按照你一定會拍坑佢出來啊？我拍坑佢出來咯，但係你特別搖就識啊。有時你亦激出來㗎啦嘛。哦，你切嘢那個土坑啊？你是土坑啊切一邊咩？我是想。你買隻啊？你至少你冇那土到依下最坑啊，掃依下最。掃到啲啲不對，即係電啲掃上一黏啊！唔係啦。講你用嗰啲鐵喺你鐵頂拍落去，做垃圾乜鐵頂。哦。嗱，講到啲榴蓮，講到啲榴蓮，直接會講到嘅會講，但係直接胖紅就會講 something。啊？胖紅。啊咩？胖紅嘅隻榴蓮。我先suka隻榴蓮。嚇，你講下，你suka隻安怎？我先suka隻榴蓮啊，反正有當時你隻過頭節了，你拍嘅時啊，你真係臭味啊！哇！有咯。你朋友 video 是扣個死啊！哦，是我 video。係隻 geli 哦。隻 geli 對。
and then 你若是讲你食榴莲太济啊，你放屎的时，你会使要味。哈，有咩？使冇榴莲味啊？有。你有嘅食看成個你啊？日本老姨呢？啊，日本老姨。咁可能特別榴蓮味。你人開咧榴蓮食咧時，我會記古早細漢嘅時，食咧是要了咧時，你就要燒一個殼，下鹽咧下水啊淋from 個殼。啊，有。哦，對，人講食咧，安尼個會消化呀。較袂抓，較啥物？哦，袂抓哈，對，袂抓去。嚇，我攏就把做過，你可能係特啲咧榴蓮殼位，係鹽水泡鹽水。買嘢啦。哇！有影有嚇，有影有啊。影呀，人講會成日講小抓。哦，小抓。哦，這幾好啊！你100 plus 啊，本 A 嘛。哦，你100 plus，特別John，嚇，有聽到我講話 John 啊？我聽到，你使 mute 你咪，但是講你，我知，你看到外邊喎，A 咪啊？你今日看到我呢嚇？我知是咪你今日看到我呢？你一啲呢條我係 A 數嚇。我今日看到你邊家係嘢國家過來關嘅人，阿咪咩叫？哦，你今日看到 N 刀呢，所以你使看。我看到。你係你 handsome filter 數啊頂。我覺得看到，你個你國家過來攞人呢？就是咧 handsome filter 開數。我咪我咪聲啊，我聲好咗。OK，唔啊。Oh my god！ handsome 自講 Oh my god！ 阿莫丹啊，阿莫丹。真係濟人未 join，應該用 iPhone 來 join。咁看到樣咯。But then iPhone 係 problem 咯。一樣特別樣被 join hang out on air。哦 ，OK。hang out on air 被 join。不過聽到過一聲，見到一聲。OK，等我 mute。我來裡面。夠聲啊？冇啊。OK，แล้ว等講到你榴蓮食啊是零嘅什麼好？我別做。係鹽水。係鹽水。啷個再講有一個唔知是有影，只有影 myth 還是有影啦。有陣時講食啊時，我是食榴蓮用手食啊，佢或者家裡咪是淡薄炒醋，唔是炒榴蓮味嗰條。แล้ว依個依個殼係依個殼。外口嘅殼就唔是南邊啊，南邊嘅連水外口嘅皮有啲刺有，你嘅水啊撈佢嘅刺啊是跌出來嘅水，你嘅洗手伊燒嘅表有冇嘢呀？聽下成隻雞呢？哦，我唔捌聽過。哦，你冇聽過啊？攏 try 下。我唔捌聽過。我冇聽過咩？直接冇聽過。我冇聽過。冇人聽過。我未必人閒話啊，好話啊。是自己 invent 出來嘅，是唔是？未必人好啊，我唔知呢。有時講係榴蓮嘅皮啦，嘅刺嘅餅，然後長水嘅時，然後長落來嘅時，你就直接餅洗手咯。然後一撈過伊嘅榴蓮皮對做你手甲本嚟炒嘅。榴蓮皮冇垃圾，一加流。I mean OK 啦，冇講成日有糖或者咩，實質糖是香很咯。嗰陣每個啷到啲學堂嘅位啊，不做過啲榴蓮嘅 project 哦。即係 brown paper 做嘅。我唔捌聽過呢 project。啊，你冇聽過啊 ？Enjoy。啊，直接講啊，就。伊是用 brown paper 做嘅嗬，即係有刺嘅，貴咧有刺嘅。對，啊，即係三百不拉真機，你就講你不做過哦。我捌做過，特別我未記啊，我係記成咗，你是用係咪？你是用 balloon 呢？你用就？你係 balloon 咧，你夾你抓咧嗬，浸，嗱我係我夾嚟浸水啊，可以淡咧滑落去啊。對，是唔是講咩？對啊，講啊，你俾本淡薄水啊，成啊可以抓女啊，呢個應字嘛。你唔是黏啦，你唔是自己黏喺度啲 balloon 嚟。對，黏起去。嚇，黏一成 paper machine 嚇啦。打咧定啊，掉啲入邊啊，
對，我先呢，我聽到是用捕捉卡bằng gì đó是你下一粒 balloon 到啲兩邊咧，是你度夾捕捉夾細夾咧等，成間咱巴士 ticket 咧倒掉，所以聽到高正嘅巴士 ticket 倒掉，咧是你你佔到喺搭咩時，搭，佢起來時冇你撥歌時哦，我就撥歌，安怎啊？哦，對，搭咩時你冇運歌，你搭落去，所以呢個規粒嘅咧。你免運歌。咩運歌啊？你安怎一條？用水一打咧就掉掉邊咗嘅。哎，講打會掉你冇係歌。冇Hello。啊，直接講下來，係心。係心，古早時我有做過。嚇。你麥佢真係冇聲去啊！你麥冇聲，你麥佢真係冇聲。啊講，你麥佢真係冇聲，係心。你麥聲 in out 接出嘅聲。我剛才聽到迄個高拉關嘅摩托車嘅聲咧。高拉關。because 比較不好就是路啊，so。哦。啊。係啥咪？係啥無聲，佢在對起啊！我記得。嗰個你摩托車咩聽到啊？John 啊。我再講淡薄，你到榴蓮燈嚟讓有隻你賺不到。賺不到？榴蓮燈嘅有咩？當佢有啊，媽媽出去時候賺不到冇有啊。你是嗰隻賺不到，剛剛賺不到鈔幣哦。賺不到別鈔幣。規個時你規個手黏啊，半死了。哦，零，你賺不到零。我夠驚咯。要了三分分嚟錄嘅。係咪嘅三分分嚟脫啦咪？脫伊零啊。搖加三分分嚟寫，即係手加會走嘅伊零。哦。三分分啊！話了加你三分分咧，寫晒三分分，會粒嘅水伊是伊食出來嘛。哦，嗰是搞啊，你是釣貴隻解。我見搞啊，我聽到所以是人一刀來過啦了，食到我流晒。哇！食到你流晒，我都見個半死。我冇見個半死，我食過辣了嘛，過辣了你大了咩開啊！伊樣也去安怎本嘅來做啦，也去煎啊好，也去運下你做下你賺不到你錢嘅賺不到，然後也會煮來煎啊，嗰個來嘅來食。啊對，我是個食煮本咯。個料，個熟個料啊，連血本無啦。Hello，就是個食血這邊。就是個食血。唔是食了夠放屁咩？啊，唔知哦，可能啊嚇，我成日聽過本，你都未曉煎。我暑假煎啊，我也去煎啊，那係生菇味啊，加去燒。哦，你是講伊個血還是伊個白嘅味？伊個血。哦，血，哦。了。喂，爸爸講喲。要 online 咩？然後 OK， 然後當佢落隻歌嚇，嗰次冇講到個，嗱你借啦，嚇來你是報告你名就先。林白啊？嚇林白到底嚟？你幾佢嚟講？我你佢就係話幾佢學時冇考嘅。anh có miệng hỏi điều đến nó. Bố là tầm mắt có nghĩa mà tầm đèo là lâu thì tôi còn mua về điều đến. Đó là tôi hiểu bên anh người từ cái anh bé điều hồi điều đến. But actually not necessary because why wife father u điều đến from to Pahang. Đan, lui bố ba u điều đến hồi từ Pahang rồi. Pahang Telabong.แล้วลองกะกิ出来hồi只. Before 舊係幫舊嘅時，我點樣撈俾錢？阿威舊嘅時候你幫撈。
攞我做名稱佢啊！啊，特名出嚟，攞個 baby 轉出嚟啊！我被頭晚人講嘅，我被回人講嘅物件，就是講來使講可能特別是個隻榴蓮嘅整係咩啊？貓王貓媽咪，對呀。雙苗王啊，你講嘅。哦，貓王係咪？貓王係咪？貓山王，貓山王。貓山王。哦，木山 King。木山 King。哦，木山 King 上再講下，呢是木山是個節啊？冇啊，I think 是位嘅，以前咧位嘅，但一個一個名叫君熱，位膠。哦，位膠我冇聽過嚇。啊。伊是大嘅黏嘅。บัลูอีไลออสเตรเลียอินจีอาเบจับจีคอโอ้ยแปะ出來啊林伯但係你講是莫上昂啊Elvis 啊啲啊 Elvis 啊 Elvis Presley 啊冇唔知唔知叫咩貓哦對貓王係啊貓王啊點知貓王一下是啊唔知啊個阿冇名呢好聊呀我幾好啊！個擺個不緊要，啷個你學你博士呢？係是，啷個巴黎人是個隻咩巴黎裝嘅？我下面裝滿隻咧10塊我唔知。等陣摩托巴嘅貴啊！係你講咩？你是個隻咩？我講我下面裝滿隻咧10塊我冇隻。10塊係咩？10塊係咩數？阿你咁樣講哦 buffet 啊，哦 buffet 啊，我食 buffet 我冇食。最少誒？冇啦，我係3-4年對一擺我去食10塊啫咪。哦10塊睇只正唔是咩？冇上。冇誒，是料味。哦殯儀整。你把你寶寶咧，你好多料味。有啲人是講把寶寶好多多。不，老實講，有一種咧，成個咧山榴蓮啊，一種啊，把寶寶啊好多多料，山榴蓮好料咯，好料啊！可憐嘅是唔是？山榴蓮真係好咧。我試過食可憐咩啊？冇啦，伊是老樹啦，所以個細粒啊。哦，誒，啷別聲啦。啷捌看過沙巴沙拉瓦嘅山榴蓮咯？無，只紅白嘅。紅白，紅蝦啊！呢個就對咗特別紅白，你沙拉瓦嘅榴蓮，是唔是紅蝦嚇叫？有一種叫紅蝦嚇，白紅色。有紅蝦，你講咩個講好把你整？我佢只下佢一種叫甘蔗。有咩？有，唔捌聽過。唔知可能試啦。甘蔗。耶！我直接捌聽過甘蔗，我 promise。我真係係咩嘅？捌聽過。捌聽過嚇，但係你講你對嘢，你講你沙巴沙拉瓦嘅你紅嘅白係啥物？伊是山榴蓮啊，同啲規粒紅嘅就，我有啲 picture 是講安怎生人？picture 啊，你叫到啲 check 你邊啊 left side 啊？冇，你咪睇下你 Google Doc 那邊。係咩？Google Doc。Google Doc 會啊。OK，Google Doc。Google Doc 係 picture 啊？你是 upload picture 去啊？你訂 Google Doc 咧，你看到 file， 你訂 share。哦，你當叫意思去 start 到我 Google Doc 是你 Google Doc， 我係我隔了人嘅 Google Doc，家己嘅 Google Doc 咧，你會使下班啲，你咪畫面人。哦，所以把啲會使去 share 個人啊。對，你看到我呢咯。You had there was an error while loading your application, maybe. That's all we know. 嗱，我可能看但係辦嘅 link 咧使去看咯，特別我使辦下 live 嘅人咧，live 嘅人咧使看這本 live 嘅人。
我好人看这榴莲。有咩？記咗你看。來回人，來回人，咱快啲，咱快啲。哦，看啲。哇，係咪物件？我這是你阿嬷切到榴蓮切到中午就到切落去。我好笑啫！我一隻個浸你 watermelon 咯。阿嬷，多隻啊！你講隻，你可以榴蓮多隻啊？阿嬷用頭薑。頭薑，大妹，你講用頭薑，我有一個親戚，我一個家己人，伊食榴蓮是用頭薑參乜食誒？伊食是甲食啊，特別伊講伊食炒，伊無是甲伊個手誒有迄個味，你知？我，你講咩？你講用頭薑參乜啊？食蘋果變多隻啊？食蘋果？啊。頭薑參乜係食蘋果咩？未啊！頭薑參乜未食蘋果啊？唔是蘋果啦，榴蓮啦，人講。我講食榴蓮唔是食蘋果。我看這成功本啊，even though 我知我拍時就拍時有這一人是講被 join 特別，尤其是用你 iOS 啊被 join，mobile 嚟用，但係是 Samsung 根本被 join。但是講讓要參加希望八刀錄音嘅時咧，已經處理好啊啦。係咪？吉他榴蓮，唔是吉他朋友講。吉他朋友都講未？哦。但我不是用 iOS， 我本身是用 laptop 嘅 bandwidth 較 low 嘛。但我用 laptop 接嘅400萬，冇辦法用 iOS， 我不如用 iOS 做 hotspot 嚟接咯。哦，你用 iOS？ 啊，學咗未？我看到了，特別成功本嘛，咱咧只聽將來。好。所以特別係你只傳啊，唔知咩事，冇當我 producer 嚟，即個 report 就係 producer 嚟。係咪數到你傳？係咪數到你傳？我咪咧個係咪幾年人嗬？啲係咪波薩講咩？係咪講？等嚇，你笑我個講，咪係咪？你講笑嚇。我冇白個有幾千人愛 join 這特別。特別被 join。但被 join，I think 上個 iOS 嘅物件。OK，被 join 嘅人。被咗嚟，我唔知係 phone 用 Skype 啊，一佢講到 Skype 嚟講，你叫住冇大家住，係咪人是住？唔知啊，大家個攞三can啊，你看啊，我幾條，不如幾人啲講掉話，幾人 join 你講啊，阿咪人即特別嘅邊啊？不如幾人講話。哦，對，你啲 handsome filter turn on 嘅時候，你未看到忘記了。我有 high sum 咯，แล้วก็有300唔是ปลาจันเกแล้วกับชาวเต่าแล้วก็有即係โกลากวนแล้วอมอตันกีตาร์เป็นอิวพองฮองปากกวากับลูลิมแปะแล้วก็ว่ากับว่าลิมแปะฮะ哦，未歹樣咧，一人。係咯，胖康啊，胖康。係咪？你冇咪講掉啊？係你講阿妹。你啦，suka 食榴蓮粿，跟是tempura，我哋咪食用榴蓮做嘅。fresh 較好食啊。fresh 較好食嗬。迄個做粿啊，記你。特別我是個食榴蓮粿喎。榴蓮係 sponge cake。我try 好食哦。我是個食榴蓮粿餅個。榴蓮粿餅。榴蓮 ice cream。我是個食榴蓮 ice cream。我是個食榴蓮 ice cream 咯。是好食。我是個。下次看這個呢個辣罐的榴蓮 ice cream 㗎啫。冇食，後尾用榴蓮做我都冇食。哦，你只驚榴蓮嘅時候，你是唔是頂到時限時蝦掉？冇啊，我都唔知，就是冇時間呢邊。你接落來冇時間時限咁大限？冇時間。哦。John。來。迄個你看 document 我 upload 起啊，迄個紅色嘅榴蓮，雙榴蓮沙巴沙拉嘅。安怎嚇？安怎你 Google Doc upload 我冇看到喎？
你得 share link 啊，安怎这里個 Google Doc，你照訂，你就看到邊啊有啊嘛？I share。唔係，你是不拉真機 share 喎，share 喎，唔是。巴路喏。你 photo 被 set on public 嘅，boy 你被看，干那你一個人嘅。是嘅。哇！你這小不了，但是要看有喎。你看有咩？有啊，紅嘅。哦，我冇看到喎。你有看到咧是你家己有 circle 嚟講，你 at 你是 friend 嚟講，你會看到咯。如果你 at public 咧，看到啦。哦。His owner。我就係諗我 tech support 證啊，這就係不拉真機。哦，你我 at 應該看得到。看到了哇，安尼啊。哦，等陣我個內人話你個 join 我個 at 樣叫我 circle，所以我講聽咗 join，我特別介紹比方咱走一陣下，各位聽講，即 hang out 咧，我先日日 try 你會看2B 本嘛，你會想 upload 小影啊，係咪物件？你會使 share 你 desktop 物件，你會看到你樣 end 到，會看到。แล้ว我水嘅本啊，แล้ว但係水嘅看到咯，แล้ว特別係講我哋參加嚟講係哦，我係使我特別去到啲 Google Plus 位嗬，啲 Google 嘅位去吹邊啲學健嘅 page，邊啲學健 podcast 嘅 page 嗬，你 add 邊啲學健嘅 page 去你 circle 位，你e-call。你e-call at 了時啊，我 at 你就叫我 e-call 了時，我 start 隻 show 時，我就請 invite 佢跟了邊啲學健誒，你 at 我，然後我個 at 你就去啊，所以我最尾使 join 下時，特別係講要拍講話啦，但是講唔係講話嚟講，你使去 YouTube 會去錄掉會聽，你都要看。到啲錄掉會看咧，使去邊啲學健 .com 嘅網頁會看，啊無就是去即個Google Plus 嘅位，我係 stream 位本嘢看到，我放嘅是。แล้ว當叫咱差唔多要收單咧，我講聽到收單嘅時是安怎啦？當然這是新嘅事，因為咱一出嗬，就被落一刀嘛，所以我買一刀落加一點鐘去啊，所以我落了之後我就撳伊 broadcast 啦。แล้ว我看 update 你เป็นยังเขา.com 嘅 page 用你新嘅 link 嚟 update 咯，所以我就使看你現條嘅聽講，我特別到對去 after 我看咩之後，你 refresh 伊啊 ，make sure 你 refresh 就啲你เป็นยัง.com 誒會 refresh 伊嘅，試我 bank phone 我。我 bank phone。I got not available. Maybe 是一隻我新嘅隻 bank card 嚟啦，呢就是 phone 我講。就成人丟水嘅聲啊！還有人丟壺啊，放西放。無丟水，無成丟水嘅聲可呢？丟水是邊個？Sorry， 我係蝴蝶嚟。我哋蝴蝶啊，就人丟水。即係個啦，講個啦個蝴蝶個睇三好到啲阿妹。依照梗好咧。丟水嘅聲。แล้วลองน่ะสิ講現條人當佢有30K人看掉嘛，29K人看掉，那是講講橫講了嘅時，攏好等一站，你係時一站過，一係時你對對佢邊啲學緊.com 嘅 refresh 嘅，然後你看到新嘅 feed 咯。OK， 感謝各位聽眾嘅收聽。但是講你要參加嚟講，你攏特別 at 我哋 Google Plus 嘅，但是講你冇 Google Plus 嘅，使去 sign up 去 Google Plus.google.com 啊 sign up 嘅時去隨邊啲學緊.com， 啊無邊啲學緊 podcast 嘅 page 啊 at 我哋下邊啊，是你隨條話嚟講，你唔使 at 我 page 下邊啦。感謝各位聽眾收聽。我哋特別嘉賓是Hai Som、Belacan Cake、炒豆、高拉罐。阿莫丹為 producer， แล้วก็กีตาร์朋友พองฮองบะกว加林白，哇！咱這人哦，就他媽來啊，無講到要走去嚇，無啊！他媽你想無著名是高拉罐嘅嚇，高拉罐是想無著名嘅嚇。OK，謝，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過來參望到對嚟講，邊嚟去聽，邊嚟學嘅話題啊，拜！各位聽眾講拜拜。拜。Bye. Em tiêu xe, sim tiêu xe đó. Salah punya soundboard na tunggu sekejap. Okay, now baru betul.